咁如果墮落天使，其實佢可唔可以係有一個好似外星人嘅形象嚟到地上？因為聖經有講啊嘛，神嘅兒子與地上嘅女子交合，咁啊生咗即係偉人啦。咁既然以前呢個係墮落嘅天使，即係神嘅兒子啦，呢個係講緊墮落嘅天使，大家好多解經都係會咁講嘅。咁佢哋隨意喺地上揾啲靚女，跟住就同佢哋行淫，咁啊生咗啲後裔。既然係咁樣，佢哋呢墮天使好有形象咁樣同人發生關係。咁佢嗰個係乜嘢形象咧？究竟佢係點嘅咧？大隻眼，係我都好細粒，E.T. 好恐怖啊！呢件事，但係同天使嗰個臉，即係個想定就好唔一樣。係咯，咪就係咁樣。即係問題，即係嗰啲墮天使可以化做好靚嘅形象，冇理由化做即係獅身人面像嚟同你交合咁樣係嘛？或者化晒嗰啲蜥蜴人，變咗蜥蜴人。蜥蜴人咁樣嚇，即係問題係呢一樣嘢。嗱，如果你從呢個角度去睇，即係既然有墮天使，而呢天使，如果你睇四活物，你睇呢個路西法、撒拉弗，佢哋有唔同嘅形象，或者你睇呢個撒拉弗嘅時候咧，佢有4個面，或者好多地上嘅一啲形態，其實都係模仿緊神嘅天使，或者本身佢都係被創造喺呢個形態，都唔知，因為佢係靈嚟噶嘛。咁我哋睇唔到佢，咁可能有一啲天使真係可能呢個形態，不過佢嘅化作好似人嘅形態走出嚟，或者其他嘅惡魔嘅形態走出嚟。咁呢啲我哋實質上我哋好難完全評估嘅。咁但係如果呢啲墮天使佢本身有一啲獨特嘅形態，又好似動物，有幾樣嘅動物溝埋，又或者本身佢又似動物嘅話，咁佢會唔會好似一個我哋認為佢就係外星人，或者佢化作外星人去到嚟到地上，即係話咧有一啲嘅某一啲拜緊仇敵嘅人，拜緊撒旦嘅人，佢刻意製造一個咁樣嘅 terms 出嚟，就係外星生物。咁跟住咧就係容許，就係咧俾個平台。俾啲墮落天使同喺地上生活，去同人接觸，甚至乎翻去最初就喺地上邊啲外星人可以同人發生關係。咁呢一個，即係我嗰陣時候諗過呢一個問題，呢一個觀點。